喺環耳城附近，你絕對揾唔到有咁靚環境同埋咁高質素嘅豪宅啊！總價只需要百幾萬，月供幾千蚊，你就可以喺度入手一套89平方嘅3房2衛，去到118平方嘅大4房嘅。睇翻我哋成個小區嘅園林設計啊，無論係建築質量或者係交樓標準，甚至係物業管理咧，都係片區嘅 No.1 嘅。20零分鐘可以去到拱北關口啊！有室內以及室外嘅游泳池咧、會所咧、健身房咧，配套咧係相當高嘅，亦都係一個接近萬戶嘅超級大盤。而家咧，我哋去睇下示範單位，日式休閒風嘅大4房戶型，118平方嘅4房2衛，5分鐘車程咧就到珠海嘅山姆店啦，精裝修交付嘅。呢一個位置咧係我哋嘅入戶空間，入翻嚟咧發展商已經幫你做好咗一排嘅收納櫃以及係鞋櫃嘅。左手邊我哋睇下呢個餐廳嘅位置啊，成個過渡空間你哋感受下，採用嘅係大金牌嘅中央空調啊。入去睇下廚房 L 字形嘅佈局，而家可以睇到咧佢嘅採光面咧係做得相當靚嘅。出邊仲有個生活陽台，呢個位置係放我哋嘅大雪櫃位嘅。咁我哋嘅客餐廳咧係同樣去到4米嘅大開間嘅，你感受下呢一個嘅開間面嚇。但係咧佢嘅進深咧係相當足夠嘅。咁我哋出邊咧係露台位置咧，主要露台咧由呢度咧可以望到小區嘅園林嘅。咁亦都喺度建設緊啊，正南方嘅。左手邊咧呢個位置咧過去5分鐘咧就係珠海嘅上涌。亦都係我哋嘅輕軌站啦。入去睇下佢入邊嘅休息區先。左手邊嘅第一間客房，一入嚟佢過渡位咧係幫你做咗排衣櫃嘅。咁過翻嚟咧係休息嘅位置。呢個位置係飄窗台，但係推咗咧變成我哋嘅書台嘅位置啦。同樣係朝南，可以望到成個小區園林嘅。佢自己呢一個獨立分區咧，佢係帶泳池、兒童遊樂園，一共有26棟嘅。過翻嚟咧，客廁而家見到嘅呢一個係創意示範單位，並非交樓標準嚇。但係當然咧，呢個品牌嘅交樓標準咧，亦都係做得相當高嘅，因為用咗好多係德國維寶啦、漢斯格雅啦、日本牌大金啦、德國柏麗啦等等嘅意大利、德國、日本全進口嘅品牌。喺我哋珠海甚至係中山呢個地方咧，亦都係較少發展商咧就用咁多嘅一線大品牌去進行呢一個嘅裝修嘅。最細嘅客房大概都有9個平方嘅，但係大嘅飄窗台啦。咁我哋可以成個空間，以後你可以參照翻呢個示範單位嘅設計。再過翻嚟呢個客房咧，目前咧就做咗我哋女主人嘅一個嘅宜家嘅空間啊。咁其實呢間房咧，你可以做書房啦，甚至其實你做客房都冇問題，都去到係7個平方嘅一面嘅大玻璃面俾我哋嘅小朋友或者係長者嘅一個休息區咧，係完全足夠嘅。最後嚟翻主人房啦，主人房佢有佢自己雙開面嘅呢一個嘅衣櫃位咧，你可以當係我哋嘅衣帽間空間。入邊係套房嘅獨立洗手間贈送智能馬桶嘅。成個開間同埋進深咧，亦都係夠晒足夠闊落嘅。入邊咧係休息嘅區域，3邊落床位，有一面大嘅玻璃窗。咁我哋玻璃窗咧，發展商亦都係贈送咗新風系統俾你嘅，而且係雙層嘅隔音大玻璃窗嚇。成個戶型咧係方方正正嘅，4朝向咧都係朝南嘅，所以佢嘅光線以及採光面咧係表現得唔錯嘅。呢度大概係10分鐘車程咧，就去到珠海嘅環耳城嘅。咁20幾分鐘，甚至我哋繁忙時間段咧，30分鐘以內咧都可以去到拱北關口，而且有港澳直通車隨時往返荃灣啦、太子啦，超過1500戶嘅港澳業主咧就住咗喺度噶啦。無論我哋嘅小區園林啦，或者係佢嘅交樓標準品質咧，都係比較高嘅。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聯繫 Jason 或者評論區留言，Jason發資料俾你參考下。拜拜。